乡亲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运动时间、瑜伽时间哦。今日玉美老师来带本大家那个运动分享呢，身体哈，坐等呢就坐就当到个就做一个记号就无疼痛。不过今日玉美老师呢要教大家身体竖的伸展，徛竖哈，竖徛起来，等于人家脊椎来床来，因为地心引力的关系，身体拢向下。 好，就是吃到你们变肉啊、多球啊，总有活力，总有精神，做老师徛起来。如果给玉美老师做躯干、身体老师的个伸展运动哈。好，然后大家看哈，起好来，先看玉美老师的脚，好，做我们的按呢，按呢发哈，你呀，骨关节呀，我紧张，打开来，呀脚的宽度呢哈，脚的发。 玉美老师要脚的发，参加思维的发安尼起点将会栽，将会稳哈，这样唔会要髋关节也会卡到安尼，好，也吸气的时候，像大家同玉美同样，好吸气竖起来，好向当行，目珠腾开，好吐气，不用下来。 不用强松，好，来玉美老师侧边看一下哈，吸，提，你看到吗？身体来后来上来，吐，不用强松，改到哦，吸，松，你身体就来上来耶，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松，好，那呢，当夜竖起来，好，不用下来，人家身体就会来长，好，也还很重要哈。 单数、做数都下背，有数都行啊！你目珠腾腾，你看，不用强手。先慢呢，吸气，有数都下背，做数都当行。好，吐气，不用强手。好，一下两只数。平常行路做按呢，天天数无嘛个机飞哈，徛安高。 嗰时候徛安高迄个哈，我来到腋下淋巴，哈，我到腋下淋巴来开来，个人也身体打开来，也空间较大，透气的呼吸量较大，一下哈，全世界人口医学报道讲，3年只有13人得癌症啊，意思是讲，癌细胞是厌氧的，你假使讲身体还有个氧气有拉的话哈，你个。 癌细胞就没办法带到身体，有时候你看哈，按键单，好按键单，好，你可以劈下脚，安尼，有冇？吸气，吐气，好，玉美老师都顺畅分开了哈，吸，吐，吸，吐，你脚抬起了哈，摸右脚上左脚下，右脚上左脚下，各做数到当哈，弯数。 好，安尼，你看玉美老师在哈，呀，行路哈，平常乡亲朋友，平常行路会发做安尼细步的行，有冇？做安尼细步的行，佮做运动去的哈，佮脚趾头高过于牙腰的，安尼对于牙脚趾头的，佮安尼氧气嗰个代谢功能我看较好，迄无人都落去的哈，佮脚趾头就冇办法。 骨啊，冇办法行路就冇力咧。嗰时候做数劈下牙脚的时候啊，你就会知道个哦，安尼做，你天天的做到你缩麻血，你做下脚的话，你就会流汗就做来排毒。好，然后玉美老师做改刀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好，够配合脚了哈，做的。 不同手不同脚，没可以同手同脚。不同手不同脚的话，脚数冇同样，有冇？有看到吗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脚还强松的位哦，冇动从强的徛起来，强的徛起来。你可以考验你的身体哈，给左右脚有协调嘛。右手。 做数，右手做数，右手右脚，做数做脚，右手右脚，做数做脚，
你看哈，因为老师的手有嘛哈，你手要卡超过人耳讲晓不？你都压一发哈，你手都压一发，人个镜头冇来到暗沉，人个淋巴冇办法完全的畅通。你看到你手都压，个手都压，冇同样啊，哈，侧边你手都压，个手都压，来起来个镜头的个安尼深度冇同样，好，故说你尽量。张可是个哈哈，乡亲朋友，你老玉美老师向他做，你还输卡起来，你张可是一天脚会卡起来，输没拿唔高，唔怕哦，你做踏走时哈去公园行路啦哈，放起来去，你踏走时做下暖身运动，你做安尼，好，慢慢的，好，下高头诶，好，输卡下高头诶，好安尼，天天呢，安尼当舒服呢，玉美老师安尼。流汗呢，一下子流汗呢，看到哈，看侧边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张可是安呢，站唔高，脚咩来唔起来，手咩拿唔高，好啊，慢慢的，你就会，慢慢的，你就会做较沉的哈，也还一个向上竖，向东方下背。好，个天热通早，好，安尼做出流汗的哈，就是身体动手的，一下哈，一下天气慢慢的冷的嘛，夜班过后，半夜班过后，这个安尼都9月、10月、11月、12月的，慢慢来运汗，你只要是放起来些哈，就脚疼痛啊，手卡起来，哈，人身体呢就会知道收起来哈，人关节呢就看唔舒爽，好，各位天热运动，看到同样，安尼脚起好来。打开来，好，吸气，手卡起来，手掌向下背交叉。一只动作，因为老师当示范，因为你安尼来到规个手的呀，后背到前面的镜头，好，那安尼交叉，好，张可是安尼，好看哦，慢慢的，卡到，有冇交叉？也系手背跟肩膀的运动，手老镜头，好，好，张卡到。卡到，安尼动手哦，好，再来卡到，扩胸，好，打开来，头去吸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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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安尼踢的动作，手心朝下，记得咯，要肩头放松，唔好安尼，肩头放松，手心朝下，也系踢的动作，不用享受，好，调息一下。好，慢慢的吸气，拇指上起来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大概动作哈，一个动作哈，做好去一定要让人气透原来，唔将做得做天一只动作。好，过来了哈，加下按去安尼，一下安尼，好，手掌向东方，同样啊哈，咪同样安尼交叉，先轻轻的细的。乡亲朋友，安尼哈，对，安尼手有六条的经络，也内侧一条肺经，安尼肺哈，肺经头起的肺经，去吹我背一条，哈，心包经、心经，人家有阴阳，哈，反面，哈，正面反面，佫也有大肠经、三焦经。小肠经，安尼手卡起来，就做到6条经络哦。你6条经络畅通的话哈，安尼手卡唔会麻痹。故说也个动作哈，非常的好，人家变起来就从鸦片开始就做到的哈。故说你张开始的话，安尼细拳呢，好，这样慢慢的变太拳，向下做看呢哈，你会知道啊，冇同样了哈，够慢慢的做，好，够打开来，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哈，安尼哦，安尼问大家看咯哈，好，打开来扩胸，好，交叉合并，好，你太动作的话哈，身体动脚就收起来，好，乡亲朋友有向下做嘛，有洪玉美老师向下做嘛哈，那安尼做，好，做最后边做好些，好，不用向上吐气，手不用下来。好，放松，调息一下。好，你按你头气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，你就会做到一身汗哦。慢慢的吸气，
慢慢的吐气。好，也系天意的数位，天意的哈，天呢手掌心朝下，天意手掌心朝上，天上呢手心相对。乡亲朋友，英美老师要教大家做下关节与腺体的伸展瑜伽的动作，系喜马拉雅传承的瑜伽哈，当古老的瑜伽，好，加效果会非常非常的好。也哈按数安尼交叉，你望安尼数哈，无强方向，也个方向安尼，无个大概方向无强样，唔做的效果无强样啊哈。佢说安尼吐气，刚开始没强样哈，英美老师个提醒大家，你看哈，呀肩头要变下来，你做唔做安尼？好，放轻松，肩头下来，吐气，好，存出来。那老娘气延展到娘末梢，好，够交叉，好，你看下来算了哈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慢慢的抬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看到吗？慢慢的打开来，好，改到你哪里打开来，吸气扩胸。好，呀度哈，当我有一个最后去散档啦，去运动，去公园运动去，我有一个动作讲哦，看到有好的新鲜的空气啦，风景当好，我讲啊，好舒服哦，有嘛？就会拥抱大地，拥抱健康，拥抱大自然，是自然而然嘛，吸气，啊，就是当享受的安尼，最后安尼动作，你就会唔记。你就会记得讲哦，因为老师教的，好，安尼以后呢，啊，去关起来，好，吐气，啊，记得吐气，再吸，吐气，再吸，吐气，再吸，啊，记得啦，你去公园行路啦，哈，去个大自然啦，记得哈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唔好看按简单的动作呢，问题係按简单嘅当你做嘛。简单的动作当你做，真系冇简单哦。也系一鸣老师特别讲，简单的动作重复做，简单的动作就效果非常好哈。简单的动作每天做，可以按你哈，看哦，按你方向有冇？吐气，好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，吐气，吸气。好，那呢，我知道，全部身体打开来，吐气。好，慢慢的，全部吸气、吐气、吸气。你们可以行路啊，你按你行路前后行路散步，全部是动好。好，按你，我记得咯。好，够按你，手心朝下，有冇？好，手心朝上，行路散步哈，按你。好，最后转来吐气，不用强松，吐气。好，都要去做完以后。啊，规身咧可能身体真热咧，不用强松，跳一下气，摸住吸起来，慢慢的吸气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改到啊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做好嘢哈，你做好嘢啊，舒展手腕，看因为老师热咧，给安尼气味而来起来哈，做好嘢甩一甩，好，甩一甩。老人嘅酸痛啊，老人嘅乳酸啊，老人嘅甲它释放出来嘅安尼疲劳啊，全部甩掉哈。各位呀，点头吐气，用呀手刀，要虎口的地方，用虎口的地方安尼。好，松松啊，搭呀，搭点头呀，吐气，好，搭点头呀，那你搭啊哈，松啊呀，吐气。好，最后搭好去的，看一鸣老师哈呀，数，呀肩头肩胛骨，好，老弟南起来都呀，肩头不用向上，好，按做手工了哈，人家都练功有一句话讲，练功不收工，到老一场空。好，意思是讲练功无输功，到老一场空。所以按你拔开来去，你要知道讲拔开来呀，安尼哦，打开来。要全部打开来哈，那老给舒展来，好老给把舒展来，慢慢的吐气，刚强松，肩颈要松，肩头要松，好，慢慢的吸气，好，吐气，
做动激烈的运动，所有的运动哈，做某像瑜伽呢，按讲究讲放松哈。好，慢慢的吐气。好，吸气。好，咱呢老技术安尼肩胛骨拿转来，好，总起来以后，你就会规个数会给安尼顺用，就会恢复。好，慢慢吐气放松。好。好，乡亲朋友，今日玉美老师老太甲分享的，给躯干素的通常呢，运动做到呀。我记得咯，大家动作都有它作用，有做只有好，有做只有福气，只有健康。好，今日运动到呀，安姿势。